G7 各国峰会展开共同讨论制裁罗西亚，罗西亚说继续攻击乌克兰造成死伤，拜登批评这是野蛮的行为。南非有学生囡仔烧酒酒馆啉酒，22个人说做火死亡，初步发现死者拢无外伤，无排除是集体中毒死亡。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陈伟民，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讲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新闻开始，咱们来关心到G7，咱讲7大公约国这个峰会哈，即阵伫咧举行，罗西亚所发动攻击。本地咱讲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伫咧峰会顶面有讲有笑哦，不是过啦，伊讲吼要烫衫点金吧，上好怪徛尾互普丁看。这个普丁可能听了无介欢喜。罗西亚是连续2天用炮弹大规模来战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就形容这个野蛮的这个行为啦吼。咱讲到这个首都 Kyiv 市内有一栋大楼和幼稚园是互轰炸。造成死伤。另外，咱讲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呼吁各国都要提供更较侪武器来支援乌克兰。当时公府内底，因看到有一个人被跌伫下骹，救援人员将伊救出来时阵，已经明显死亡。乌克兰首都基辅一早再度遭到俄罗斯的飞弹轰炸，市区一栋高层楼的主体大楼传出火势，不出乌烟，建筑物受损严重。停伫边的车也被底害去，居民雄雄公公逃生，表情是惊吓，身躯也有血迹。Слышал свист, вот, проснулся, и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й произошел удар ракетный. Меня вынесло, квартиру разнесло, вынесло меня ударной волной, я отлетел. 这是首都炮火平息20天了后，各传出爆炸声。飞弹拍中主体大楼甲幼儿园，造成1死5伤。基辅市长强调，这场攻势是伫北约峰会进前恐吓乌克兰人。Right now, the summit NATO they attack. It's maybe symbolic aggression during these days. It's symbolic attack. 美国总统拜登伫G7 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以野蛮行为来形容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上新的轰炸。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G7 集团领导人有强制能力来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甚至规个欧洲的侵略。Затягування з передачею зброї нашій державі, будь-які обмеження – це насправді запрошення для Росії бити знову і знову. Окупантів, цих терористів, треба бити з усієї сили, щоб вони не думали, що можуть тиснути і когось переграти. 在基辅被控制几点钟了后，英国宣布要加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G7成员国的行列，斗阵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是要加强对莫斯科制裁力头。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赶快过来关心 G7 高峰会，昨是咧德国来举办，大方向是要针对罗西亚来施加压力，好让西方国家，咱都要团结啦吼，并且禁止运送罗西亚这个黄金，要切断罗西亚金钱的来源。另外，咱讲到 G7 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肖兹嘛讲，要模仿以前这个 Marshall 计划，提供乌克兰经济援助，嘛协助因来重建。另外，咱讲到这个中国这个威胁，七国是同齐化讲，要伫5年之内要款6000亿这美金帮助发展中的这个国家做好基础建设，这嘛代表讲全球对抗中国的气氛是愈来愈悬，要互中价收入高的这个国家一个替代方案，伫咧中国一带一路以外有更较好的选择。G7峰会第一天结束了后，领导人伫风景正水的阿尔卑斯山斗阵翕相，俄罗7大工业国集团的团结。第一天因宣布5年来集资6000亿美金，提供发展中国家伫基础建设甲永续发展上援助。佮强调因希望向全世界传达信息：民主国家济资是为咱人民甲全球人民所营造意义上好途径，佮带来成果。毕竟为是甲中国早已经咧做一带一路来抗衡。These strategic investments are areas of critica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our shared global stability. Health and health security, digital connectivity, gender equality and equity, climate and energy security. I want to be clear. This isn't aid or charity.
It's an investment that will deliver returns for everyone, includ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people of all our nations. 拜登阁公开俄罗地主，德国总理肖兹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入侵甲即马西方国家应团结，拢是这场峰会所属。肖兹指出，目前俄乌冲突对绿色能源投资尤为重要。In climate neutral and low carbon energy, including gas, can help us as a temporary response to Russia's use of energy as a weapon. 非正式成员欧盟也要在2027年进前提供3000亿欧元资金，用在永续优质基础设施甲卫生基础设施。Russia's vicious attack on Ukraine happened, driving prices up everywhere from food to energy, and casting deep uncertainty, especially in the most fragile countries. These are very severe challenges. We will tackle them head on. 非营利组织世界公民副总裁罗德表示，这投资承诺可能是 G7 在参加发展中国家事务相结合的开始，为彼此巩固更加强大的全球成长。G7 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只提供国民总收入的0.32%，在发展援助方面也无够承诺0.7%。不过，若无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无永续性的复苏。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不是讲咱讲 G7 峰会外口啦吼，有反资本主义和关心气候变迁人士咧抗议示威。另外，咱讲伫咧西班牙嘛反北约峰会示威抗议，诉求是反对政府增加战争和军事的预算。G7 开始第一天下晡，中华多数的示威团体上街落抗议，其中反资本主义人士对中正军备希望会更较侪钱投入社会服务、医疗健保，强调世界上只有10%的人口生活在7个富裕的工业国。这国家在1970年代中期非正式组成 G7， 即马煞在国际之间造成真大影响。Imperialistische Staatsmächte in einem inoffiziellen Treffen zusammenfinden, über Dinge zu reden und über die wichtigen Dinge zu entscheiden, die 90% der Menschheit betreffen und dabei nur die Profite der 10% im Kopf haben. Die für uns eine Politik betreiben, die halt eben nicht für uns ist, das aber trotzdem quasi in unserem Namen tun. 这摆 G7 领袖针对战争、饥荒、健康、气候等议题交流，相关问题款相扣。俄乌冲突造成能源供应出现危机，全球物价起价，地势饥荒变更较严重，气候危机渐渐失去关注，气候人士徛起立悬的所在提出真大的标语。An die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der G7 und sie haben die klare Forderung, wer Frieden will, muss raus aus den fossilen Energien. 峰会第一天就传来俄罗斯导弹向基辅发射消息，马受战争摧残的乌克兰，甲 G7 举办地点爱慕山庄，加做强烈反差。德国之声报道 ，G7 领袖带大批随行人员坐专机去峰会会场，住伫5星饭店甲外界隔绝，有18000名为安全员保护，开超过1.8亿的欧元。G7 峰会了后，赛期伫西班牙有北约峰会登场，日到下晡，马德里数千人上街落抗议，对增加战争甲军事预算表达反对的立场。Es una auténtica barbaridad la propuesta de incrementar el gasto militar al 2%, porque 示威人士表示，增加战争军事预算，就是其他预算的变少。俄乌战事和国家面临经济危机，若继续战争，只是会更较害。影响到到时阵北约峰会要讲的，只是核暴力现象。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伊报道日本礼拜8日小连续2天拢出现欠电危机，东京嘛发出电力警报，呼吁全民都要省电。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乌克兰、罗西亚战争和台湾、美国这些同盟国和中国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嘛咧压悬，中国这阵竟然嘛提悬因的国防预算。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 ，G7 7大工业国这个峰会哦，英国首相、法国总统是展现兄弟情分，联手对抗罗西亚。另外，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美国 Roe v. Wade 这个案哦，被最高法院来推翻，禁止提件这个权利哦，引发全美齐齐抗争。Washington Post 嘛继续报道，民主党来反对共和党在咧全美推动禁止拍泰拳这款议题，即阵和民调较低的民主党在咧其中选举有东山再起的趋势。
另外，镜头来到南非哦，咱看到礼拜时阵发生一件非常离奇的集体死亡案件。这个咱讲少年人哦，到一间咱讲bar饮酒了后，拢总倒伫咧涂骹。目前确认至少有22个人来死亡，死者身上无任何的明显外伤。警方当咧验尸，确认是毋是中毒死亡。民众调集围伫咧酒馆外，想要确认囡仔是毋是平安，结果互家属侵喙。南非东部东开普省当地时间日发生一件离奇的集体死亡事件。真侪少年人考试结束了后，去乡村的酒馆啉酒，毋过煞规定拢倒伫咧酒馆内。一寡人互人发现的时阵，已经拢无性命迹象。警方目前确认死亡的人数至少22人，身躯无明显的外伤，已经排除是相当致死死亡，当地验尸确认是毋是中毒。当地媒体是报道，这个遗体看起来真像雄倒伫桌仔、椅仔，也是涂骹。警方调查指出，死者年纪上侪是18至20岁，不过当地社区官员是讲，有人年纪敢若15岁，甚至13岁。andifuna ukuthi ayikho loo nto ngafuna ukuthi khona loo nto sibhlungu sister lento eyenzekileyo esingayicinganga tu lento seyenze sibhlungu gqitha sister。南非法律规定，58岁才会使去乡镇的酒馆啉酒，不过业者常常违规卖酒予未成年人。警方执法嘛是放目见在因做，代志发生了后，民众要求把出代志的酒馆关起来。南非政府是考虑修订酒牌条例。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过来带大家来看到这个意外现场，伫咧哥伦比亚一个德舞场3层楼高的这个看台，礼拜是规个邦邦去哦。外地媒体就报道讲，至少是6个人死亡，500个人受伤。这个德舞嘛受到惊吓，撞出来伫架顶。哥伦比亚中部埃斯皮纳一场斗舞活动，温准民众入场来参加，无想到伫活动进行时，看台汹汹放乱，现场民众是惊甲一直大叫。由这3层楼高的看台，全部由柴甲、竹啊临时搭起来，当时顶面是徛满民众，汹汹放倒落来，随之引发骨牌的效应。真侪人当场被跌伫下骹，也有一寡人跳楼受伤。Yo me boté del segundo piso y ahí fue donde me fracturé un pie y la muñeca de la mano derecha. Pero de todas maneras, eso fue como un juego de dominó que se vino desgranando, se fue desgranando eso hasta que se vinieron todos esos palcos al suelo. 这场意外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也有500人受伤。死者内底包括一个只有1岁囡仔。有报道指出，当时有斗牛逃走出来，遭到街路上，引发民众惊吓。虽上这毋是哥伦比亚头一摆发生相款的事故。1989年，北部新西兰霍市也发生斗牛场看台倒去的意外，造成超过500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礼拜这个意外发生了后，拄则当选的现任总统佩特罗随即呼吁地方官员禁止这斗牛的活动。现任总统是表示，已经下令彻查这个事故发生原因。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所以讲到澳洲这个太空领域真正是进一大步，这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伫台湾时间27饭点头改伫咧海外商业太空中心发射太空探测器，主要观测目标是咱讲 Alpha 10。这个 NASA 伫澳洲的这邦领地进行太空任务，咱头头嘛讲到，这是算澳洲正式踏入去太空领域的一大步。3, 2, 1, go! 听出来工作人员的声音是欢喜甲。这个无讲介大机的火箭，伫暗时发射，而且飞行15分钟了后，就会倒来地球。伫15分钟无偌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火箭顶悬挂探测器要针对属于半人马星座的阿法星球收集相关的资料。It's effectively the best way I can describe it is it's like a mini Hubble telescope, the first one, and it uses a specific scientific methodology. We get data live streamed as the payload comes out of the shell of the rocket at about 350 kilometres into space. 阿法星球离太阳系干那4.37公里，是半人马星座内底离地球上近的一个，嘛是咱12星座上界外围的指引。伫传说当中，冰条的地核就西洋，
就是靠这粒星伫指引方向，而且真侪科幻小说内底，嘛以这粒星真早离开地球了后，头一个停歇的太空港口。事实上，伫这个太空任务以外，这个升空对地主澳洲来讲有几个意义。第一是因头一届下入太空的领域，过来是伫国防甲地缘政治，中华甲美国伫火箭科技的合作，也让太空飞行甲军事用途的远途飞弹是一体两面。不过，就伫这届火箭升空进程，美国的国家海洋大气总署 NOAA 上新发表的报告内底指出，太空旅行即马是愈来愈时行，加上真接有火箭升空，就算目的是观测太空甲保护地球，不过煞有可能颠倒对地球造成伤害，因为火箭升空的过程会伫大气层较悬的所在排放大量的垃圾空气。NOAA 认为讲，这有可能造成原本有机会会当恢复的臭气站，搁一届受到伤害。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过来，咱讲到6月是全球冬至的骄傲月吼，正正是因为这个疫情停办3档的游行，伫咧这几天，加拿大 Toronto、美国 New York、San Francisco 过来一届举办吼。最近呢，咱嘛讲到，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宪法保障的拍台权这个判决，嘛正正是这回游行的焦点。不过，咱讲镜头另外一方向呢，伫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所发生警方驱离200多名参加冬至游行民众的大冲突事件。当天机车排几排，掀起手头蓝彩虹旗，沿曼哈顿第5大道行进的队伍充满彩虹元素。纽约市冬至大游行26让3年后6日举行，主题是一点仔都无抱歉的阮，骄傲展示性少数者的存在。今年特别的是，联邦最高法院2时推翻罗诉韦德案，让美国妇女摕囡仔权倒退150年，是游行的焦点。美国计划成立联合会为游行成热场，呼吁保护女性的生殖自主权。参加人提有声莫干涉阮的性命，男性爱保护摕囡仔权的牌仔来展现支持。有人烦恼这个裁决会让真侪权利消失去。It definitely worries me about what the future for LGBT rights are and for the future of our generation and the youth. And the overturn of Roe v. Wade is definitely a scary start to see where we are starting to head. 同一天，旧金山冬至的游行原来举行，吸引几千人参加，民众徛起咧火车顶唱歌跳舞。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来出现，现场会当看到罗素韦德案永长存这个标语，看得出来对摕囡仔权的支持。加拿大多伦多25时举办女冬至大游行，伫美国女性摕囡仔权互人剥夺的判决，大家拢真生气。不过，嘛毋是每一个国家拢对冬至会包容。伫土耳其26号发生冬至伫游行的人，甲警方发生冲突。画面上看到上百个聚集伫伊斯坦堡塔克西姆广场的民众，本来是欢喜让彩虹旗和平伫游行，不过无偌久，摕盾牌甲警棍的镇暴警察向开始赶参加者，现场真乱。根据筹办游行的组织表示，包括采访的记者在内，有超过100人，互人赶去咧马术，再去警局。伊斯坦堡为2015年开始，就禁止当地举办冬至游行。不过当年也是有大阵民众唔惊禁令，照常举办集会。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这个故事实在是真趣味哦！咱讲到美国 California 顶礼拜5才举办一个，咱讲这个狗仔竞赛，参赛这狗仔是选歹，唔是选美啦吼。结果一只头顶胖克、身体无毛、个歪头、喙吐籽中国关毛狗 Mr. Happy Face 打败另外9只狗仔，到底上歹是偌歹？做伙来看。美国加州当地时间2时举办一场正特别的狗仔比赛，参加狗仔拢真歹。唔是臭面无喙齿，就是毛将乱，安尼无就是无毛。不过这无要紧，愈歹愈可能得到胜利，因为这届比赛是要选世界上歹的狗。Wow, we love the hair, very Doc from Back to the Future. 这个参加比赛狗仔拢摆甲真有特色，不过上歹应该就是这只。The ugliest dog in the world, Mr. Happy Face.
头壳顶短短的毛，身躯无毛，歪嘴佮吐舌。这只已经17岁啊，叫做笑面绅士，打败另外9只歹狗，得到2022世界上歹的狗冠军。I don't know that I feel like I've got the world's ugliest dog. I know I've got the world's most lovable dog. 歹家正人在上国际媒体，不过其实笑面先生有一段真坎坷的过去。较早去互饲主虐待佮疏忽，健康出严重问题。伫收容所踮真久，拢无人认养。是为原本评估笑面先生活无久，一直到去年贝纳利伫收容所出现。It could be inbred. It doesn't look like a dog. It looks like an alien. And they had said all of these different things about the dog, and I said it's okay. I'll want to see him. 贝纳利表示，伊看到笑面先生了后，决定改变这只狗的一生。这只狗到新厝了后，互人照顾甲真周至。完整评估上济刚1个月寿命，即马已经活10个月啊！主办单位指出，世界上歹的狗比赛，目的就是要互亲像笑面先生这种狗仔会当互人认养。希望借由歹狗向大家宣传，所有狗仔无论外表水歹，拢值得互人疼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过来看到这项技术会当讲是心血管患者的这个福音啦吼，咱讲到中风或者是心脏病，若是发作，通常拢是突然间来发生。这个澳洲咧，就科学家利用微流体晶片技术，通互患者利用简单测验，伫咧第一时间内就知影是毋是有血癌的风险。住伫雪梨，现年78岁亚当斯，7年前捌2摆来中风，即阵爱去按时来食药啊，并且爱装置心率调节器，维持身体正常的机能。随着头一摆发病的时阵，完全无任何各样，甲即阵想起来，伊原感觉会惊。No pain, you just pass out, you're gone. No symptoms. If you weren't treated by somebody or somebody else was there, well, I'd say you would just go, wouldn't you? 正因为中风也是心脏病发作时，无度来预测。澳洲医界正积极研究，是毋是法度会使提早来预测这个风险。种一个华裔科学家研发出应用微流体晶片的技术，就是将整个实验室步骤整合到一个小小的晶片顶面。患者只要滴一滴血，就使测试肺慢慢打起来，这个情形是毋是正常，进而判断是毋是有肺塌掉的风险。So that we developed this microfluidics can mimic the blood flows. And also biomechanical factors in the circulations, and utilized to look at the reactivities of the blood cells, platelets, and neutrophils, how they interact, how they interplay, and then use that device to predict, assess the clotting tendency as well as the inflammation for the patients. 科学家表示，这项微流体晶片测试技术未来亲像即阵用来测试新冠肺炎的检测剂上款遐方便，估计上近几年来就使广泛来应用。This new device that looks carefully into the clotting system of the heart has great potential in identifying those individuals on a day-to-day basis whose risk changes. 患者是认为，这种新的装置可望在日常取代现有的机器测试，大幅降低费用，若会使普及化，将是具有心血管疾病风险族群的一大福音。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评收看，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